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最近你敢有咧播美国歌词呢？人咧讲强惊勇，勇惊雄，雄惊无天良，无天良上惊神经无正常。我毋是讲川普神经无正常，只是伊的做法，互你神机妙算就无路用。美国的经济呢，开始有小可的进度，是毋是会重演100档以前的大萧条的惨痛？今仔日4位专家，咱来预测一下。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港商港總會的這個執行長邱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三位，資深媒體人蔡玉芝。主持人大家晚，大家好。第四位是科技新報專欄作家林兆民。各位觀眾，主持人大家觀眾大家好，晚，大家好。那麼，咱就來關心，在美國昨下正式宣布，所有進口的鋼鐵跟阿魯米關稅要提高到25%，不管你來自什麼所在。歐盟宣布賣來反制，賣針對着美國出口的攏總280億美金的產品要給予關稅。川普表示，那歐盟在4月初1開始針對着美國進口的產品來扣關稅，伊嘛會差價加落去扣。另外，加拿大這邊也講會針對着美國要來扣報復性的關稅。If you put more tariffs on the EU, will you respond to their retaliation? Of course I'm going to respond. You will retaliate The with problem more is our tariffs. country didn't respond. Look, the EU was set up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happy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 want to tell you. And, Will you put tariffs and on we're going to cars? win that. We're going to win that financial battle. 美國10日正式將所有進口鋼阿魯米關稅提懸到25%。歐盟當日宣布4月初開始對280億美金的美國出口產品加扣關稅。Our countermeasur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2 steps, starting with April 1st and fully in place as of April 13th. In the meantime, we will always remain open to negotiations. 川普就個表示會繼續增加。So whatever they charge us, we're charging them. 美國上大鋼阿魯米供應國加拿大是宣布對電腦運動器材相關金屬加其他產品總值200億美金加扣25%報復性關稅。加拿大用行業降價利潤，為可能出現的經濟狀況做好準備。We will not stand idly by while our iconic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ies are being unfairly targeted. 歐盟、加拿大回應，可意向中嘅川普更加強勢，在威脅會進一步加扣關稅情形之下，全球貿易戰已經升級。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咱除了看這個新聞段，因為短啊，內面無啥一寡細節，我讀咗細節，大家了解講這內面的意義是啥物吼？譬如講加拿大，伊會針對着美國鋼鐵阿魯米來加徵297億。加元報復性的這個關稅，同時要對土豆醬、啊個荷蘭式的 juice、吼柳丁柑仔的 juice、啊個這個真懸這個酒精的這個酒，要來做商品的徵稅。這寡商品的產地主要集中在投票的時陣，攏投給共和黨的州，這是。摕到要害的哦，吼！另外，美國出口的這個荷蘭式的酒是60%是 Florida， 哇，這就是伊本命州來哦。Georgia、Alabama、Florida 跟 North Carolina 這塊州是美國上大的這土豆產地。這加拿大這州是就拍刷的拍7寸哦。另外，歐盟伊針對着美國汽車產業。要加徵着關稅，鎖定着奧多麥，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哈雷的摩托車，這嘛是咱過去攏講的這第三代啊，吼，這對伊來講，這嘛是重中之重啊。你人看講啊，伊喙安尼真硬，
咱来看再咧看着讲，川普有当时讲甲真理，但是到了上后一刻突然讲，甲你遐面，我要先问曲老师吼，川普敢有亲像伊家己所讲的呢？遮强遮勇遮无正常？其实吼，咱若看伊第一任的时阵吼，迄阵啊对即个钢铁甲阿鲁米的即个课税吼，迄阵啊伊是采用即个1962年的即个贸易扩张法吼内底232条款吼。那伊即边迄边，但是顶边咱会记得到尾啊，伊课税了后有一寡国家豁免。豁免的包括加拿大加墨西哥。搁开门，为什么？因为可能讲就是第一时间咧，美国的一寡制造业嘛是需要钢铁甲阿鲁米的进口啦，吼。但是这边伊全部的这个课税，包括这个伊的盟友吼，包括欧盟包括这个加拿大加墨西哥吼，我感觉讲某种程度上，伊应该是准备好啦。吼，那大家拢讲，譬如讲，头拄仔你有看讲，你念互阮听讲，加拿大要甲美国扣偌济关税吼，搁是打7寸，吼，打到迄个共和党的票仓的要害吼。那欧盟也要对美国课税吼，但是这个问题，我咧看是，咱爱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来看，美国是全世界上大的消费市场，对不？伊即马美国要重振伊的这个制造业吼。你感觉伊要卖上？我觉得美国呢，它最后这个现阶段，它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 美国这制造业重振起来，伊是要供应它自己美国的所需。你感觉大家扣遐，无要紧，我美国人家己用啊。我卖甲你进口，我卖甲你买就好啊。我较记啦。我较早大经营的时阵，我捌初算过吼。如果迄个时阵第一阶段的这个2018年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战吼，伊若会当做甲讲 supply on demand 的话吼，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吼，就是说其他人讲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吼，其他的条件正常，卖看通货膨胀率，其他的来讲，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也可以达到7%。7%哦？无唔对。所以讲，但是伊的这个过程吼，伊会安尼伫调整，就是讲，譬如讲，伊还佫有其他的 constraints， 可能是这个通货膨胀压管起来，可能是这个某种制造成本欠管起来，那伊的厂商呢，就去甲游说讲这部分是不是会该豁免等等吼。那但是呢，我感觉伊这边伊对所有的包括伊的盟友欧盟啦，个伊这个 USMCA 2个这个签署国拢课征这个关税，我讲某种程度上，伊也是准备好啊啦个咱也知影讲，伊即马这个川普的最主要的智囊是这个 Peter Navarro。Peter Navarro 呢，伊就是这个在看迄本册就知啊，看迄本册就知，个伊的最主要伊的甲介绍互川普的这个做政策如何让这个制造业回流，就是用关税啦。那我即马唔是讲伊这一定会成功但是目前我感觉伊的一个策略，伊的 mindset 应该是安尼伊安尼 mindset， 你要甲解读讲你是唔是起效？我感觉这就是爱看时间啦。然后你若讲，比如讲这个达不到效果，最后这个规个这个策略失败，就起效嘛但是去做成伊就是无起效。这是真歹讲但赵老师，你认为讲伊是有意识性的，唔是讲我安尼随来会当摕药就随贴落去，就贴落去，还是讲真计势拢摆开啊，一步一步咧踏入去，互别人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我感觉对着川普这个人来讲伊当然伊会感觉伊是一个足正常的人，伊足强足勇的。但是伊伫即件伊安尼做的话，其实伊有足侪无好的效果出来无好的效果，拄则即个胡老师讲着讲，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就讲其他的环境拢未改变的情形下，伊安尼做足好。问题是，敢有可能？你要安尼禁止，你讲要叫美国人啉你的威士忌，美国人都啉袂落去你都无啊好啉嘛。人会想要去买即个苏格兰的，澳洲的对啊，会去买澳洲的。买澳洲的酒，我若咧啉清酒，我袂去看美国有白酒，我就啉我可能会去买日本的就是讲消费者因会改变，厂商因嘛会改变，所以即个其他的情形未改变，即个假设是袂成立的。
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吼，虽然得讲，即马美国要对人扣关税，伊拢先花嘛，拢花那像有一个影咧，啊尾啊较家己甲纠正，还是无完全纠正。但是即件吼，伊是对着加拿大，主持人对遮讲出来，加拿大甲欧盟即两个国家，甲因遮济国家吼。第一件上大无共款，我过去嘛伫咱节目中捌甲咱观众朋友讲过，就是伊毋是敢若针对中共尔，伊是针对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而且该是贸易量上大的头前几个国家。啊，这会发生啥物代志咧？会发生的代志就是拄则主持人讲着讲，你对我扣关税，我就会对你扣关税。啊，毋管你哪怎扣，上尾啊，就是造成两国的即个计数一定拢会起来。啊，若两国的计数拢会起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起来啊。所以你讲，你美国你的需求加安怎大，你本身的物件也起来，你有法度甲卖出来物件，你讲互厂商拢等于你美国好啊，啊，你的需求就是遐大。即马大家拢面对着计数起来啊，我要换手机啊，我就换较慢的啊，对无？我若厂房要用较新的，我就用较慢的啊。所以你整个的即个销售量跟销售金额稳来降落来啦。所以这是川普想要伊伫前几工啊，前2工，较会讲着讲，哦，伫我即个扣关税过程之中，咱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加减啊，会落落来，会受到损害。有意识到。对，啊，但是过两工又较无意识啊，讲我袂受到损害啊。所以伊是强用，佮无正常，还是安怎？强用啊，有一点仔无啥正常啦，吼，就是讲参咱其他国家无啥共。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吼，其实。毋命美国的经济，全球的经济其实是真正是风险是真悬啦。吼，因为你即马欧盟嘛是甲拄着中国的问题嘛，因家己嘛毋是过了真好嘛。吼啊，加拿大伊即马伊嘛是对着美国安尼，因两个本来伫隔壁的国家，大家拢是 USMCA 内底的即个共国的，啊，结果你伫即个时阵你也起啊重的关税，当然对着因的贸易量拢会。真大受伤害，啊，真大受伤害就伤害到你的就业嘛。所以你虽然讲看到你若有一寡别国的厂商，哎，有一寡美国的厂商等于这就业有起来，但是另外一部分，凡是支持你的，这支持者，因的就业量反正就落落去啊。有一说讲是讲啊，袂要紧，反正你这受害吼，我甲你减税，我莫甲你扣这个综合税。啊，营业税我莫甲你扣，我专门我的财政大部分拢对 tariff， 拢对关税来，哦，所以大家吼免惊通货膨胀。老师有赞成这种想法无？这是无可能的。我讲你有想到无可能的？因为物价的膨胀影响的是我咧买即个物件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感觉你有起价无？对，迄个当下你有起价有降价无？我咧比的是无共物件的计数。你虽然讲你要摕一寡关税收入来补贴我，啊，关税收入补贴，那像咱所得税咧退税咧嘛，哦，你甲我补一寡，你甲我补一寡以后，我消费的行为袂因为安尼改变啦。我可能我有想过，因为鸡卵因即摆起得真贵，一担才5块美金啦。我想可能讲无我囡仔，我较卖食，我囡仔食2粒啊，我1粒就卖食，反正我高血压。但是，整个的量嘛会少去啦。是啊，啊，这是对整体经济嘛无介好呢，有真正。其实吼，我感觉这是全部动算了吼，大家自早就拢有料想会到的情形啦，吼。因为全部动算了，大家讲吼，美国会产生一个叫做内战，这个内战，你大多看到这个这个贸易关税这个战争内面吼。包括对欧盟、对墨西哥、加拿大这些国家，你有看到讲吼，针对敢若讲啊，你当初时支持川普支持的这个共和党，对无？所以吼，我就甲你唱后骹。所以这就敢若像讲，你特斯拉吼，马斯克啦吼，你已经对疫情吼，对疫情开始，你就批评拜登，批评民主党吼，所以尾啊，你选举的时候，你就大量个支持徛伫咧川普这边。所以即马吼，全世界我讲最近咧做投资、咧做经济分析的人，拢咧讲，拢咧骗想讲吼，全世界即马有一间投资顾问公司叫做川普顾问，川普顾问的董事长叫做川普，总经理叫做马斯克，吼，都敢若因两个。
所以你有感觉一个气氛，就是讲吼啊，恁两个吼，即马全世界上重要的两个查甫人，啊，想要创啥就创啥，想要对加拿大安那，想要对墨西哥，想要对欧盟安那就安那，佮要对中国安那嘛安那。所以你有感觉讲？包括股票要起要落，吼啊，两个若讲好，哦，比如讲拜一，即个特斯拉落15%的时阵，啊，袂要紧啦，我来买一台特斯拉红色的 Model S 吼，放伫咧白宫互大家看，结果特斯拉就起3-4%呢。所以即马全世界敢若像有即种的感觉，吼，就是讲即个内战，吼，就是讲民主党佮共和党即边选举了后的即个战争。佮继续延续，甲讲你川普即马对周边吼，佮对全世界这个国家的即个关税贸易政策，嘛是同款有即个民主党佮共和党的即种竞争佮抢后脚的即种行为在面。所以我感觉即个情形，伫咧川普当开始的即几个月一定会安尼。所以嘿，伊讲吼啊，安尼袂用得吼，比如讲哦，安尼袂用得，安尼我佮改。啊，即个人个爱民主，好大喜功，所以你看最近所有一寡政策提出来讲，哦，我就是要安尼做，啊，尾也讲啊，无搁延后啦吼，你就看伊做侪物件改来改去，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伊要谈判，所以伊刷落来对中国嘛是共款，所以伊对这个关税政策内面，伊嘛讲吼，对美国来讲有影响，因为物价一定会起嘛。哦，啊，物价起，你薪水也无起较悬啊，所以这段时间美国诶，即个经济问题会较严重。哦，但是可能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看做者即个资深咧做投资的人讲吼，大概爱到4月下旬，就是4月后半个月了，伊看到这政策讲，啊无安尼，嘿。但差不多上任100天以后，会更确定讲伊的方向是安怎。所以这段时间，你看这的这个周边这个国家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这个做法，感觉起来是共和党即马执政，你川普做顾问公司的董事长，啊我民主党选输，所以我对你这个政策，包括。哦，我就是你支持嘛。我看伊咧 talk show 安尼，规工甲练呢。对，所以你人家讲吼，比如讲啊，你著支持这个马斯克对无？我著全部拢来甲抵制吼。所以全世界包括咱大多讲的这个欧盟啊、加拿大这个国家，这些国家拢咧抵制这个特斯拉的车。你就是因为你川普支持，所以我著甲抵制。所以这种内战的这种情形。伫伊上任这100天内面，一定会产生。咱讲这叫做多头经理。对。算到多头经理。算讲吼，即马是做侪物件拢抑搁咧发展，搁咧发展，吼，啊搁大家先试看卖啊，啊若袂挡袂掉的时阵，咱才搁坐落来谈判。对中国嘛是共款，所以伊对中国哦，包括遮的即个半导体啦，遮的什么晶片法案，伊嘛是共款，伊对中国我先做。啊，做了那袂用得，袂要紧，咱坐落来谈判，这是川普伊要爱，所以这段时间我感觉伫咧100日内，这种情形还阁会继续发生。是啊，那这林老师吼，你来看，咱他所列出来的吼，这内面还阁无这个晶片哦，吼，但是伊对中国已经是安尼讲安尼，因。是即摆是咧密谋啥物物件，还是咧讲无啦？即个习近平啊讲，我四中全会结束了，咱才好好来讲。我感觉迄号说好戏在后头啦。即摆吼，川普伊即摆刚先处理伊的遐盟国，哦，像加拿大啦、哦 EU 啊，理论上迄拢是自由民主世界，伊先台湾哦，咱伊是对伊的好朋友开始安尼。先解决啊！咱有啥物问题？咱先解决，因为咱有一个 common enemy， 哦，我有一个共同敌人，中国啦，讲啥物，迄个啥物北韩即种，伊伫后壁，所以其实吼，咱有咧看吼，伊美国已经咧开始调查伊成熟的晶片、成熟的制程，入美国的问题。但是你也要调查，因为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你也确实要对伊。实施迄个贸易的障碍吼，你嘛是爱有调查，你爱
有确实的数字。你刑事的正义你嘛爱顾嘛，你袂当啥物拢无调查，咱就讲别人喏，好不要紧，我即摆先调查，到先调查结束，迄就是准备川普要对中国开始修正。有动手。嘿，我是感觉吼，伊对遮个加拿大啦，EU，我感觉伊是感觉，因为伊毕竟伊是卖厝的嘛，对不对？你看嘛，你卖厝吼，你敢会？一开始讲这间厝3000万好，一口价随买，拢唔免调节啦。应该是少人买厝是安尼买嘛，所以伊卖厝嘛是安尼嘛，伊就是爱先看你也要来台啊，你拍拉紧安尼。我拍拉紧啊，安尼来回安尼非常依靠我伊做伊的卖厝的生意啦。但是我是感觉哦，因为我以前10几当前捌伫外贸协会咧卖物件嘛，其实全世界。各国家吼，其实消费者伊对迄个价销是足敏感的，尤其吼，咱爱想看卖吼，迄关税逐项哦，你也像精品，你看台积电伊的毛利率哦50几%，所以你也讲50几%，伊要动迄个关税吼，伊靠实的，但是有一寡物件吼。其实是毛三到四，我唔知台语安怎讲，反正人讲吼，遐趁无几世人啦，反正足俗，但是迄足俗，你讲要甲扣伊的关税，伊哪有可能讲价销袂起？所以我感觉吼，伊主要川普的目的就是要甲你negotiation，伊主要是要甲你吓你，反正。吓唔免钱啊嘛，对不对？你也要乖，你互伊吓着，也无损失。你讲迄个毛三到四吼，我想起讲，咱台湾这电子五哥啊，吼，最近的经营拢无啥好啊。对，吼，这是因为川普的影响，还是全球这个趋势退化，所以致使着因的大量的这个。生意的变败，我感觉主要是川普的关系啊，因为台积电反正伊用嘛，对不对？伊50几%，伊头会惊你关税咧扣偌济对。但是伊遐头拄我讲的遐电子5哥，伊可能伊安尼卖一台后，伊的成本就已经90几%，可能95%、96%，所以毛利率加出3%、4%啦尔。我感觉我的毛利率3%、4%啦尔话，你搁扣掉，我搁要请人，我唔就趁迄落1%、2%，所以我靠是安怎趁的？我是。靠我大量以早吼，伊伫中国不要紧你讲即摆要搬好我拢搬去墨西哥，但是问题是墨西哥即摆也要扣啊？对啊，就即摆，所以伊即摆头一个头两个大你又讲讲尼我即摆免啦，所以咱即摆全部舆论拢咧骂台积电，袂属于那遐台湾艺人咧讲中国台湾的，共款甲台积电讲甲安尼，其实台积电无啥好惊的啦，但即摆上爱关心的是遐其实呢，讲金蕉不如讲电脑呢。如果若讲金蕉起价低，应该是电脑的经营较惨。其实电脑的毛利率比金蕉高少，尤其遐大台，尤其遐电子5哥，所以因即摆因遐的头家，我较想伊应该是足头疼，伊唔知即摆要安怎。是，但是这个情形之下，我睇下看吼，这张图表咱要读中国这部分啊，中国也要出手啊，对小麦。番麦、大豆、鸡、牛、猪肉、蔬果等部分美国货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甲10间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从事进出口活动以及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展出，而且15间美国企业让要把。当作是出口关税名单禁止对中国进口军民两用的项目，这是拄开始的小菜，还是实质，就是对家来开始来抬起。老师，其实中国这爱，比如说关税啦，什么不可靠实体清单啊，什么顶边都演过一遍啊。好，2018年的第一阶段的贸易战演过一遍。其实，在2018年川普1.0的时候，其实我迄阵啊，我就感觉讲，你要进行这种贸易战、关税战你一个出口导向国家在 supply side 的国家，
你跟一个在底面赛的国家，你要怎么打贸易战呢？哦，底面赛的国家我还在卖卖你呀，因为我最主要我是要买，哦，那你现在你中国这个是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吗？美国的经济哦，对较早哦，这过去这20-30年来，拢是伊若进口足济这个消费财啊，伊的国内的消费哦可以这个活络哦，伊的经济就起来啊。伊就是进前这20-30年，它就不是靠出口，啊，美国经济伊就唔是靠出口，所以讲你今仔该限制你甲伊一个美国甲你提高关税，不可同日而语啊，哦，而且哦，咱莫袂记那个第一阶段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吼，到尾结果是啥？到尾结果是2020年的时候，中国跟美国洽签协议，哦，伊要谈2020跟2021年。购买2000亿的美国的产品，好，包括500亿农产品，但是伊刚好去实现这个承诺，无啊，到尾发生啥代志 ？COVID-19 啊，对不？哦，所以讲，伊即马这个用再重演一次，那这个川普政府伊也唔惊中国伊这个反制措施是，啊，我顶边我都已经证明给你看，你这反制措施对我没有用，对我美国的一个经济结构不造成任何冲击。但是老师你他所讲说，美国的经济主要是靠进口买入来的物件，大家去消费啊，会当经济当成长。但是佫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要互制造业回流 ，reindustrialization， 我要互回流了，要互经济更较起来。但是真侪人都讲，这应该是这个时代是一去不回啊，就无法度啊。这个理想还是这个构想，较有实际。伊短期吼一定会通货膨胀啦，就是物价一定会起起来吼。因为什么？伊要找这个替代品吼，或是伊讲要甲其他国家买来替代中国这个便宜的商品吼，一定会有咱讲交易成本啦吼。但是呢，中长期伊就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 嘛。对不？你看我美国的这个维纳这个市场这么大哦，那为什么我要分给其他人？我让我美国人自己吃下来，我美国人光如果能够自己吃下来，哦，我就吃不完了。但是我美国人，我自己做土豆糖，做这个 QQ 糖，还是做圣诞帽吗？这成本高哈，但是咱莫忘记，在这个加关税的同时哈，商务部长哈最近一两天又讲啥？他要重新检讨 USMCA， 所以你感觉一过来呢，对这个墨西哥的关税不会豁免吗？他还是需要一个呢，这个新兴市场呢，可以做几块小啊，哦，比较廉价的这些，对劳力密集的产业。哦，所以因还是讲一回事，但是做的时候，咱要注意看哦，天机言观机行的意思。我感觉伊也是有配套的做法的啊。来，蔡老师。我感觉，中国即马做安尼反制吼，其实那参进前比起来，无啥好原因是，除了柯老师讲过，你这物件你过去就做过啊。过去做的时阵吼，你中国经济大家个感觉你做用的，但是伫这8年来经过了后，大家拢会感觉讲你中国经济已经安怎？所以这算自杀咯。也未看到讲，什么时阵你会落地？也看一直咧往下骹咧行，所以伫即个情形下，袂自杀啦，就是咱袂插你啦。意思就是告备火车无效啦。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你也要想另外一个代志吼，就是讲你若互中国伫即个时阵，你互中国甲你放入去，伊感觉无可靠的实体清单内底，代表即间公司是安怎？是可靠的。应可靠。你有一个无可靠的国家，还机票啦。对啊。甲你放入去无可靠的即个清单，变成是一个可靠的嘛。今仔你互中国甲你谴责讲你台湾即间厂商，你拢咧做啥物代志？你安尼是毋对，我相信会受到咱台湾人足侪人的欢迎的啦。所以，规个安尼讲起来，就讲中国即马咧做的这反应吼，伊一定爱做出来，但是伊做出来了绝对是无效的，因为伫即个时阵吼。中国过去强，虽然讲伊是像柯老师讲着讲，我就是靠出口
来互我的经济变强。但是因为伊靠出口，互伊的经济变强，会当互伊创造有够侪就业的，会当有互伊国内有足侪需求的。但是即马出口已经大落来，今年1、2月虽然参去年的1、2月有小可增加一寡，但是若参去年的12月已经减落来啊。所以这意思是安怎？意思就是讲，你规个需求一直往下骹咧落降嘛。啊，你除了内需无伊了后，咱咧讲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会变动。啊，你国内即个生产过量的即个问题，嘛是抑个无落解决嘛。所以前几工啊，即个美国一寡媒体就讲，咱若中国即个情形若无爱改变伊国内的需求一直揪入去萎缩，一直萎缩，这是长期的趋势啊。啊，所以我的国家若买家己国家的物件拢买袂起啊，我哪有甲迄个用钱甲去买美国的物件？所以你即个时阵，你甲美国讲，我要甲你扣1%，我甲你扣50%，你也买袂起啊。就若像咱看到有一个即个服装设计师，人甲介绍起500拍起来，起5倍起来，啊一寡网友伫下骹讲，哦，你安尼做无天良的，迄个设计师敢若甲你回一句话就好啊，你也买袂起啊。你买袂起啊。都无效啊嘛，所以这是同款的意思啦。就是讲一个国家你的经济啊愈来愈歹，所以上我会讲，美国毋通小看伊去找加拿大参找欧盟，因为这两个国家，咱大家拢知影，伊是一个较高所得的国家。高所得的国家，即卖物件若有法度，甲像主持人讲的讲，我要规个供应链甲定租安尼租等于美国，会当互伊伫美国生产啊，甲出口出来。那有法度安尼，你除了你家己美国的消费，伊嘛是希望有法度出口嘛。送买得起你遮物件，一定是较有钱的人嘛，所得较悬的国家嘛，啊，一定是欧盟参加拿大嘛，啊，所以伊即马若专门找你遮的利润较的物件来甲你反制裁，啊，你的物件嘛是卖袂出去，嘛是卖袂出去啊。对啊，啊，所以若安尼的话，对着美国、对着全球的经济，其实拢是较无好，较伤害的啦吼。那是刘经济啊吼。咱来看美国经济这个关键指标吼 ，GDP 年增率吼，超1.5%加2.0%吼，啊，失业率超4.1%，啊，消费者信心指数超 CCI 啦吼，在1月份的时候105.3，2月份落到98.3哦吼。啊，大家贷款啦，啊，担心即个物价啦，下落的即个趋势，实在讲，伊对因来讲，因这真敏感。嘛有一篇文章吼，就是川普摕一篮卵，但是看到敢若迄个斗鸡眼安尼吼，伊上惊即个卵价的代志。但是你安怎看讲，伊要来如何处理着？伊就要通货膨胀，虽然听讲即个月卵价有小可落来。但是刷落来，如果伊若是像他那苦老师讲，我的关税都到处来点火、放火，倒起来了后，大家到处拢有这个关税。所以你看最近美国的股票吼，这民生消费、民生消费，这的产业大部分全部拢落。那最主要是讲吼，民众这个消费的信心已经不足啊。啊不足，但是物价佫起，我身躯顶佫无钱通好开，所以这个通膨这个情形吼，是一直愈来愈严重。所以我相信伊嘛，川普家己嘛知影，啊，但是伊讲吼，这是要互美国再次伟大，大家爱做伙忍受的。我相信吼，伊家己无啥忍受啦，因为伊过了足好的吼，所以伊无需要忍受这个问题。我是安尼看，我感觉这个问题吼，对这个美国来讲，还佫继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对，因为大多我咧讲，包括伊对加拿大、对墨西哥这个国家吼，你嘛共款啊，边仔本来大家讲就隔壁哦，过一个5分钟10分钟就到美国的所在，像咱台湾做者电子公司吼，包括即合作啦啥，做咱台湾做者电子公司，拢伫咧墨西哥设厂。啊，本来设厂就讲，我差不多半点钟以来，我做好的物件，我就让送去美国就好啊。结果即马关税甲你加落去，加落去，你电脑你遮的电子产品敢免起？爱起啊！你生活中所有的电子产品拢爱起。啊，你即马3C 卖场、民生消费遮的物件，
起哩这种关税了，你的物价要起几下？吼，啊起了，一般美国人敢买会起？买袂起啊，所以就停起来啊。所以毋是干那鸡卵，所有电子产品。所以民生消费这些产品拢共款。你讲中国这什么小麦、玉米、大豆、鸡牛猪，我无咧惊啦。你中国人本来就无咧食美国牛吧，所以伊本来伊会使大家互相安尼，伫台面上大家画来画去，对。啊，因为因咧安尼画来画去，两个人拢要作秀，啊，画到当时画到讲因两个6月份生日差一天，咱坐落来谈判。所以即马才会促使，才会即个互相校正。你安那叫，我安那回应。我讲我嘛有法度，你讲啊，我阁有另外手段。所以两边伫遐咧，不管其他这个国家伫遐咧校正，拢是希望讲好。川普会约时间讲，我要参习近平见面坐落来讲，坐落来谈判，要安怎照即个定数规矩，到底要定偌济，才会符合平等互惠原则？因为嘛是爱行到讲，会当大家双方面拢会当接受。对，所以这段时间是一定会产生这个阵痛期。伊家己嘛讲啊，伊家己嘛讲，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拢会看到这个这个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但是咱做伙来忍受。做伙忍受，我倒倒就讲啊，那100天来这段时间，我头一摆听到美国总统有人安尼讲，讲大家做伙忍受，但是伊家己要忍受，因为伊的生理，伊的生活足好诶，伊的经济足好诶，吼啊，所以伊家己包括川普的家族内面，对这个经济、对这个股市、对这全世界投资的这个操盘拢足厉害，所以伊对伊来讲，伊生活足好过，但是美国人最近这个日子。对鸡卵啊，对电子产品，对百货公司，你会当买的物件，大家拢是足欠手，无法度通好买落去。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吼，这个情形会阁继续，包括消费者信心呐，吼，这些物件，你看咱这民调吼，继续啦。咱这个民调哦，川普进行经济措施是毋是过于不稳定？57%呢？那感觉讲哦，你这是来。实毋知是安怎，是强行用行雄，雄行无天良，无天良行无正常啊！你毋知是安怎57%，这11%吼，这中立的其实咱一般的一般的方式，拢差挂3分之一，佮挂好这个法定的，所以有60%以上啦。这就是因即摆这个经济，假使若不给起涨，提高关税嘛是一个好主意。53%的人认为讲是哦，吼，这个是好食的糖啊哦。啊，这美国工人因为美国政府的征收关税而受益，49%的人是赞同的，吼。啊，而且提高关税是比大于53%的人认为讲提高关税有影，啊嘛是感觉无好。不过大家也照食咧。我要来问吼，这林老师吼，今仔日。有报纸佫卖出来讲，无咯，台积电有想讲要甲其他的人吼，友三朋好友吼，来大家来参考这个 Intel 啦，这敢是一个好代志。我感觉吼，对我感觉美国政府吼，无可能去互外国的公司去买 Intel， 吼，甲买落 ，even 吼，盟友嘛袂当。因为我无啥物相信，你看吼，比如讲啦，我讲英国啦，吼，英国是毋是美国的好兄弟对不对？你讲英国啊，较属于讲伊要甲你买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雷神哦，伊嘛袂买啦。像讲有一寡物件，哦，有一寡武器，其实美国来讲，伊是绝对袂出口的，这同款的概念啦。Intel 因为伊即摆晶片吼，伊足侪物件其实伫国防的武器顶面，包括讲 AI 啦，还是讲啥物，所以你讲即摆迄是伊的高镜，我应该安尼讲，我会当有直接讲啊 ，Intel 对美国政府来讲，迄是伊的高镜，所以伊绝对无可能讲吼，准讲伊要叫台积電來叫，伊嘛無可能吼台積電的股份超過50%，
因为迄是伊的孤囝，伊绝对无可能，而且伊一定会救。但是这对台积电来讲，伊也讲好啊，好啊，袂要紧啊，你也讲叫我要救我，其实吼，台积电啊，卡苏甲买落嘛，对台积电嘛无一定是好代志啊。所以咱今仔看到这个消息吼，其实我感觉搁伫迄个烟雾弹内面啊，因为我唯一相信是美国政府绝对袂互任何一个我别个国家的公司。伊先安尼写啦，伊讲吼，你 AMD 伊就啥 NVIDIA 啦，还是其他的吼，大概倒参你10%，朋友50，你兄弟100呢，大概个公价啦。安尼有可能啊，问题是台积电伊的股份就较少啊，但是我问我一个同窗哦，伊台积电的高层啊，伊也讲啊，伊讲因用的药水吼，迄制成啦，管机台的人啦，吼，阮是一个人管2台啊，因是一个人管10台啦，人也无够，我要倒去找人，哪有可能叫我去管？我出钱买一下添一下洋香安尼啦。这是我感觉同好的对台积电来讲，同好就是咱丰年大各位啊，咱就是出多钱吼，还贴一下洋香安尼同好啦。因为第一伊嘛无想要互咱规碗拢互阮啦，其实论咱莫瑞斯长讲的，伊嘛无想要去互 Intel 什么 advice 啊，什么 consultant 伊嘛无想要插啊。所以同好的方式就是咱添一下洋香啦。互伊嘛欢喜，咱嘛欢喜。同好是用美国的资金，像头仔找什么 AMD 啦，还是讲高通啦、波卡嘛。咱轻咧咱来出一寡钱阮台湾嘛贡献，莫讲拢无出钱啊，我嘛贡献一点点啊。做伙来救 Intel 嘛实说讲阮有是帮美国政府帮 Intel 斗相共安尼啦。同好的结果是安尼啦。其实我唔是安尼看因为这个 Intel 最近换一个新的 CEO 叫做陈立武伊是华人，伊捌摕过张忠谋领袖奖所以这是因为Intel 换一个新的 CEO 了大家看到讲嘛是华人所以敢是有可能讲Intel 谈台积电合作参黄仁勋嘛是同款是华人嘛。所以这个做伙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加入博通，加入这个可能做半导体的这个公司。我的看法是讲，这是因为 Intel 换一个新的 CEO， 所以有一个题材出来。但是无可能讲我台积电去参 Intel 合作。因为这个做法，敢若像日本一间新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司，黄仁勋嘛讲伊要买伊的物件，但是讲哇这间叫做 Rapidus 敢会甲台积电拼过？其实无可能，因为这间才是新开始无偌久的公司，所以那有可能是讲，因为这个新的 CEO 三星是毋是有可能讲Intel 参加这个台积电啦、NVIDIA 啦再来成立一间新的公司来研究这个半导体的新的物件但是你讲要参台积电参 Intel 安那来做伙合作？其实，等伫即个魏哲家去参川普见面即个时间，讲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包括头前的650亿，这个定数其实拢是因为台积电本身就有做规划，所以那无可能讲我安尼搁刷落来，我就搁去参 Intel 搁安那合作，尾即个伫美国成立即个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是毋是有可能像国民党像这个鲍坤基伫立法院讲的讲哇，台积电叫美国食去变美积电其实这拢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因为台积电本来就打算要安尼做这个未来应该是包括未来5年、10年以后的规划是安尼做，所以无可能讲我忽然间要去参 Intel 安那来做这个合并啦还是讲要食伊的股份啊？这是较无可能，但是有可能讲某方面的需要大家来做伙成立一间新的公司来发展某一部分的物件，我感觉这是有可能啦。是，就总体来看我问蔡老师咱他有讲到，咱台湾的电子产业其实。
即寡做电脑的已经毛利吼，已经是足少吼。像即种产业过去是因为还有大陆即个市场，还搁咧甲你停掉。即马要转去倒位，好奇好强。即种物件要安怎思考啊？你若讲问倒来咱台湾的出口吼，要哪去吼？其实这是一个足困难的问题啦吼。啥困难咧？因为过去你若讲中国歹吼，我来找美国，我来找欧盟就好啊。但是伫这20-30年来，因为国际贸易大家拢往中国去的关系，你讲尾啊，咱一寡中国的市场的物件刷出来，有怎刷去美国嘛？所以美国变成咱会当望的。即马美国总统变着一个可能较袂遐正常的，伊咧对着咱的关税时阵，咱较想要刷嘛，咱刷一定会刷，想要刷去迄较悬所得的国家啦。即马较悬的所得欧盟嘛。还是讲加拿大嘛，因家己本身嘛受到美国影响啊嘛。到第二点就是讲，欧盟即马我拄则讲着讲，欧盟家己本身的问题是愈来愈大啦吼，包含着即个乌克兰吼去互俄西亚安尼侵入吼发动的即个战争以外，德国伫即几冬来，因的汽车拢去互中国的即个电动车讲啊密麻麻啦，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咱这出口会当甲对对，其实是真困难的。但是真困难，咱嘛袂当伤过实际。啥讲？因为咱嘛讲过国力件啦吼。因为咱上重要，毋是讲你甲物件卖出去，上重要是你有法度摕到这个钱，这个钱有法度伫咱台湾消费。所以这个钱若要伫咱台湾消费，咱台湾的环境就要有够好。消费的环境若做会好，你才有法度互这个钱。会当伫咱台湾旅游嘛，伫咱台湾消费，所以又甲倒来这上传统的问题，讲你要安怎去发展你家己的内需，对无？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你要讲出口，到要互你安怎说，已经说无路啊。因为一开始我就讲啊嘛，因为美国安尼发动关税问题，伊就已经互这欧盟、这加拿大这国家拢一定会反击。因若反击的时阵，变成两边拢会变歹。这参第一件上无共的所在，就是。安尼讲起来，该转型的产业就要家己爱转型咯。该转型就爱转型啊，该退场就爱退场啊啦。过去咱上无法度，咱政府啦上放袂离手的，就是该退场的无法度退场，敢若想要叫你转型，对啊，对啊，你甲转型转啊到底，伊拢永远咧想讲，伊是毋是会当退场啊？你讲你袂当退场，一直要甲你转型，有啊，佮总统好朋友咧。来，曲老师，你安怎看这台湾产业要应用着这个川普的这整个看起来，有当时毋知要行什么棋的这种情形。因为咱台湾的产业吼，其实在过去这20-30年已经有转型啊啦。吼，譬如讲你较早你若去美国的沃尔玛吼，我讲80年代吼，拢有Made in台湾的产品，吼。其实我90年代我去美国，我就看足少Made in台湾，足少的。但是Made in China、Made in Vietnam， 但是伊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中间材拢有台湾的影子。好，所以讲你来看咱即卖的出口结构吼，其实是80%吼，咱台湾卖拢是中间材零组件。好，我讲的是讲川普的这个关税不见得可以克到台湾的。好，特别是讲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台积电晶片，伊讲要给咱克我这100，之前讲那100%。100%。我们晶片也不是直接卖给美国的啦，咱是卖给供应商呢。哦，所以讲，这个其实咱台湾的过去这个产业也这样子转型，变做生产这个中间材，好，这个零组件。那是因为看讲 parts and components， 不是过去咱最主要的是最咱的产品去甲海外拢有关税。好，那其他咱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啦，像韩国啦等等，因拢变因为做这自由贸易协定，好，所以讲咱已经有转型。好，我意思我重点来讲，咱的厂商足厉害，好，这山不转路转，好，你有关税啊，我就做中间材啊，我就卖做消费材，你起码你这边川普，你起码有用关税挡我们，我就去转到可以。能够这个避开你这个关税的所在，好，所以你讲，因为在川普1.0时呢，因为 USMCA， 咱台湾做侪人去墨西哥投资啊，
好，但是今嘛一对墨西哥，今嘛对墨西哥客关税为，那我们的厂商呢就要想办法再转到其他转进的时候才，那包括可能蔡老师讲可能内需等等哈，但是其实这个我今嘛看这川普关税，我没有那么悲观啦。好，我没有那么悲观的原因是，我感觉因为咱台湾的产业很多其实在供应链里面，我们不是 price taker 呢，我们不是价格接受者，我们是价格制定者。所以说这个程度上现在可能有冲击，那反映在股市等等，但是这个会不会接下来对咱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我倒没有那么悲观。蔡老师，其实即马真侪中间材，过去咱会讲，因为中间材有一寡即个自通顺的即个贸易协定，所以会当零关税。但是川普伫即件，伊就是无咧插你这物件啦，所以伊袂因为你是中间材，就无爱甲你扣税。第二点就是讲，咱台湾伫即几冬来，咱的中间材的比率已经对拄则曲老师讲的讲，对8%上悬到7%8，降到6%8啊。其他的部分是对一般的这个生产器具贵，遐生产器具就是大家拢咧讲的 AI server， 这 AI server 你后一步你就会面对着你伫 Mexico， 你会互伊直接扣关税，扣关税伊就直接要甲你扣落，所以这是为什么台积电较需要甲伊的上关键的这个制定规刷去。第二点来讲，伊一直讲要对这个中国这个成熟制定的这个产品来扣税嘛。你伫成熟制定的物件，你就是晶片，伊嘛是甲你扣税，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是比曲老师较悲观一丝啦吼。因为中间代志即件内底，我感觉川普伊是无甲你看在眼内的。是来个真正。我是感觉讲吼，这段时间大家拢伫遐咧画啦吼，画来画去，大家拢知影讲吼，这个川普讲伊要安怎做吼，这个另外中国、墨西哥、欧盟都有伊的做法嘛吼。但是川普是一个爱民主的人，所以要安怎做甲，互伊感觉讲有民主。像泽伦斯基参与见面的时阵，本来毋是安怎互出去，足歹看的。尾后矿产协议，伊嘛是接受，就是讲你爱安怎做甲讲双边会当谈判，还是讲互相即个各让一步，吼，互伊你要互伊让步，你嘛爱互伊感觉伊做有民主的，伊就是即种好大喜功的人。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拢伫遐画甲大家坐落来讲的时阵，包括中国嘛是共款，坐落来讲的时阵，讲到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出来，所以袂感觉你两边吼，即个老大的乌道老大的吼，伫遐发声，你会讲吼，你遐大尾，我嘛是有材料对付你。你若用即种态度川普这边安尼拼落去，安尼时间就会拖愈久。我的意思是讲，你若无了解伊的个性，你时间会拖愈久。敢若像魏哲家，伊了解川普的个性，所以伊入去白宫足简单的。好，我知影你要爱啥，我讲一个投资美国1000亿，互你感觉讲做有民主的，所以对台积电的关税都无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感觉这个国家，这个这个贸易伙伴、贸易国家，嘛是爱了解川普这种个性。你若愈要参与强，这个时间会拖愈久。这回头来问林老师吼，如果你若是为这家，你已经是无其他的选择啊，你无就爱叫你去买 Intel， 无你就爱来对我甲投资，是毋是这两条路？你如何来面对着这个以美论这寡人？我感觉其实我头仔是赞成有真正的讲法啦，因为你讲爱台积电去买 Intel 入股哦，我感觉。头到我一开始就讲，迄时候谣言烟雾弹嘛，也未经证实啦。哦，但是今仔唯一证实的物件是 Intel 有一个新的 CEO 陈立武，这是确定的。其他拢谣言啊，或者谣言我嘛无得安怎评论嘛吼。但是这新的这个 CEO 其实会影响咱头拄仔的讨论。譬如讲，伊这个陈先生哦，伊确实有影足有经验的。伊依照对 Intel 的评论吼，甲原来迄个 CEO 无共，完全无共，完全无共啊！所以以后也袂现做啊。其实我是赞同伊陈立武的讲法啦，其实是文化的问题啦。Intel 你也要救出来吼，迄是你的文化爱彻底改造，迄无吼，啥物人去救拢救袂起啊！我感觉魏哲家嘛无想要去插这场浑水，所以假使这个新的 CEO 有材料甲 Intel 救起来，咱就无咱的代志啊！魏哲家伊家己嘛讲啊吼。伊伫总统府也讲哦，阮台积电，阮唔惊竞争，阮爱是公平，对不对？对不对？阮爱公平你 Intel
甲我公平竞争，阮在即个，阮台湾人无咧惊竞争啊，你也要争倒来争啊。阮有信心，阮有才调，讲我做甲全世界，我就是做甲比你我好。所以，其实阮是毋免惊这项代志。啊，即摆同惊是阮迄个陈立武卡出因迄也救袂起来的话是，咱就要头一个人，大家想办法讲吼，做咱因为川普伊就迄落人嘛，对不对？所以咱就爱可能后部搁几啊步来想看卖讲卡苏含陈立武搁救袂起来的时阵，咱要安怎？袂要紧啊。而且传出来讲有几个导游，大家斗阵来救兵刀安尼。对，所以较传者今仔真正的消息是，既然陈立武这个优秀的 CEO 会当起来，讲嘛伊家己就甲 Intel 救起来，啊，就毋免咱台积电，咱就毋免插迄个分水啊，对不对？啊，我感觉另外一个，伊讲中国要制裁美国的政治，还无可能啊，我是我本来你听无乜